為了參加前同事的婚禮，7早8早爬起來進馬來西亞。星期六的早上，人非常多，真係非常多。一到了居聯，就去吃了這家三良餐廳，然後去榴蓮大賣場吃榴蓮。約完後回民宿梳洗，然後打麻將。婚宴場地是津津酒樓，酒樓佈置的非常用心，給傑哥一個大讚。嘉賓還可以在這裏串手鏈，還可以猜謎題、抽獎品。然後就是 First Margin 啦。這個爆炸真的嚇死我！第一道菜是蝦蝦拼盤，然後是燉雞湯。有時候我覺得我的同事都很奇怪，中途玩了一些小遊戲，我的同事們都很瘋狂。上了一道 SM 魚，這位 Jeffrey 同事跟小孩子競爭得很激烈，最後竟然玩贏了。他一定很喜歡跟小孩子一起玩。大家吃得看起來蠻開心的。這一道是烤鴨和烤乳豬。Second March in， 見證愛情真是太美好。愛情的第一刀，願他們的生活如蛋糕一樣甜美。男孩子在玩電話，你就對着他，給他射過去。這道是冬瓜海參香菇什麼的，好吃。我的同事也很好心，會幫人夾菜。牛肉包，最後上了一道龍眼燉雪耳。這裏錄一段灌醉新郎新娘的幕後黑手。非常用心地奉上 cocktail 成品。喂，等趙遠。看起來今晚傑哥難逃一劫。
然後遇到了非常瘋狂的擋走員。No, no, want to play alone. Đồ anh đại sư. ，Jeffrey right？ I know your name 啊。最後大家愉快地回家睡覺了，什麼事情都沒發生。第二天早晨，我們去了農村公園 Cafe Farm。I'm filming。這個景我覺得可以。午餐後就依依不捨地回新加坡了。